来关心扣碳费的审议，经过6届讨论，参会决议，一般的费率由1栋300块开始扣。企业若是有提自主减量的计划，达到指定减少的比率，就会有优待。目前有 A、B 2种的方案，一种是50块，一种是100块。所来预告了后，环境部会正式公告，要来拼明年元旦生效。有可能是今年最后一摆开的第6摆碳费审议会，环境部破例开放媒体伫会议正式开始进行集气协会面，审议委员会出席率真悬，为早起9点半开到特别下晡点半，将近4点钟讨论，最后决议碳费一般费率每栋300，优惠费率 A 甲 B 分别是50甲100。只要他愿意减，那么这个优惠费率 B 就不要定得太高。那但是呢，也不能够太低，导致于说这些企业呢，他就没有要愿意去做这个减量。国内爱交碳费有500厂，排放量占全国54%。但是要付优惠费率，就要提自主减量计划，佮达成指定下减率，以年排放量超过1000万吨企业来算。若无减碳，每栋收300，爱交买30盒。若应达到上严格行业的指定下减率，应用优惠费率 A 50块来算，可成最高摄入行业排放量调整系数0.2，费率只剩10块，敢若爱交1盒。我们不要忘记一个很重要的点，是说你要拿到优惠费率，你一定要付出减量的成本，也是应该要纳入这个所谓费率的一个价格水准来做考虑。不过，环境部有讲，提自主减量厂大部分会伫每栋100块优惠费率比推高到2030年应减少17%排放量，115年碳费基金规模差不多60亿。不过，学者为函表示，规模比空有基金的70亿更较少。60亿的这个经费要来作为所谓的减碳的那个再投资、再补助来讲话，都会有些在支应上面比较不足的部分。经济部也表示遗憾，说是认为费率升过悬。经济部虽然派人参加，不过无接受采访。事后各项分析指出，科学基础减碳目标对一般产业来讲，短期无法度达标。优惠费率比每栋700，也明显比一韩国较悬，对部分企业会造成财务冲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